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咱咧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以前，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咱伫礼拜开始，伫礼拜进行的中间，咱备办咱的心，做伙同心来祈祷。咱首先安静伫主的面前，咱三个为着咱家己本身伫主的面前，咱需要认罪悔改。伫一礼拜中间，有时你可能拄着人，拄着一项代志。你做了后，你感觉心内无平安，咱甲上帝求讲，公主啊，怜悯我，帮助我。咱伫想要完成的工课，咱有新的目标，咱嘛有愿望、有期待，咱无达成，我相信咱嘛有侪遗憾。总是咱伫主的面前，三甲用祈祷的心，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伫今早起的敬拜，咱是全然仰望交托上帝的心志，做伙来敬拜伊，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你是阮的帮站，你是阮的头，是阮生命的大人君。主你毋若创造阮，
你嘛拣选阮、塑造阮、引带阮来到主你面前，来敬拜你，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儿。主啊，阮需要完成，阮需要达到上帝你的心意，阮需要明白主你爱阮安怎做、安怎行。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阮恳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通成做一个倚靠主的人，真实有福气，真实有喜乐，真实有愿望。当阮有福气，是因为阮知影要安怎伫困难中会当倚靠主来突破，倚靠主来得胜利，倚靠主通对无到有经验着主你奇妙的所在。主啊，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常常带领阮，互阮伫祈祷的内底，伫倚靠主的内底，伫上帝你伫阮生命中掌权的内面，互阮真实体会着主你的救恩。愿上帝你带领阮伫今早起的敬拜，对头到尾，主你圣神拢甲阮三个同在，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的话讲，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最通可靠的人，这个人有福气。诗篇内面讲，我靠耶和华的人，那亲像就锡安山，永袂摇动。所以，咱着伫主的面前，咱诚做一个我靠主的人，诚做有福气的人。伫要开始敬拜以前，邀请咱做伙起立，咱所有咱在座拢真近啦你找所有的人，甲伊请安，甲伊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诚做我靠主的人来，咱彼此请安哦！咱做伙来倚靠主，来诚做上帝所赐的人，甲伊请安咱做伙来请安。咱做伙来倚靠上帝，诚做主所蒙福的人咱互相请安平安，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甲你三个同在，拢会使。咱互相来请安。敬拜上帝，平安。记那我靠耶和华，记那我靠耶和华，记录的心要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全。记那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要盼望。记那我靠耶和华，来到主面前。
心来祈祷，感谢主，阮伫你面前，阮要学乐，阮要拍拜伫你的面前来学乐你，因为你是配得学乐的上帝，你是怜悯阮生命的主宰。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着欢喜的心、欢喜的声来出声来学乐上帝。愿你开阮的嘴，开阮的心，互阮坦然将阮心内跨入交托互主上帝。阮相信，阮伫你面前的敬拜，毋是看人的眼神，毋是看人的心意，是看上帝你的心意。求上帝你搁一摆来帮助阮，互阮来到主你的面前，是全然仰望的心，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阮感谢你，愿阮的心常常伫你的面前谦卑来拍拜服侍你。愿阮的服侍是尊主最大，掠主做阮的头，掠主做阮生命的主宰。主，阮知阮若无倚靠你，阮若无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阮所做拢是阮家己的意思。求上帝你怜悯帮助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敬拜的时，阮要恳求圣神来充满，搁一摆来进入阮大人的心，亲自来感动阮的心甲心灵，互阮认捌知影什么是上帝你的心意，跟对主的脚步来行。愿阮掠主做阮的头，做伙来学乐上帝敬拜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传颂你，我要送你，咱个一边甲主讲，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
我要天天称颂你。这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有真侪时阵，咱服侍上帝，咱做主的门徒，咱无掠主做咱的头，掠主做咱的王，掠主做咱生命的掌管。咱尊重世间上人的眼光，咱尊重人伫世间上所以爱的事。咱求上帝帮助咱，咱做伙同心，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头前所要为主所做的工，咱求上帝来帮助咱，手术开力，互咱有开力，常常伫祈祷，常常伫军队主的骹步的顶面来荣耀主的名，来起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做伙同心，开嘴，安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求上帝的信心，请做阮的帮助。互阮清知，阮是上帝你的学生，是上帝你所拣选的人。主啊，阮若无祈祷，阮若无是了解上帝你明白你的心意，甲主你的救恩。主，阮知有真侪时，阮所做的工课，拢是照人的意思来行。求上帝你帮助阮，有耶稣基督的听，嘛互阮会当真实知影，要安怎听伫姊妹岁的人，当伫人有需要的时，阮会当用祈祷，常常为因来鼓励因，帮助因，来激励因，用主你的话语来帮助因，祝福阮的生命。愿上帝你才做阮的帮助，手术开来互阮，主阮伫你面头前，要一摆将你的教会交伫上帝你的圣手。主你是教会的头，阮拢是肢体，阮拢是上帝起造的帮助者。主阮拢需要上帝你手术阮教会的开来，互阮会当常常伫祈祷、灵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的内底，来了解阮要安怎样来跟对主的脚步来行。求上帝你圣神来引带阮，引带你的教会，引带你每一个属于上帝你所拣选的兄弟姊妹的心手，愿阮真实来跟对主的脚步，来做主你的欢喜。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恳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来唱。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邀请咱做伙来为着世界，为着国家，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的心神来祈祷。特别咱要为着梅主节的丈夫郭伦兄伊伫21天前因为确诊了后因为肺炎目前还搁住伫病院。咱做伙同心来为着伫咱侪身体有欠咱的兄弟姊妹，咱为着伊来守望祈祷。这是邀请咱做伙同心，咱伫安静的中间，咱做伙来讲祷，做伙来祈祷。下面咱会当拍开咱的周报，咱来看讲道事项，咱做伙来为着咱的活命咱这需要更新，甲咱的这个同工，甲咱青年儿童教会的这相关的需要，甲这个较软弱的
的兄姐，以及着咱的新朋友关怀大岛教会肢体陪听，以及着咱这块土地需要搁较济的祈祷为着济会当伫民主的社会内底，咱会当过生活。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主阮深深伫遮甲济众兄姐来做伙来祈祷。阮知影阮实在是卑微，阮知影阮实在是济不足，但是主啊，你知影阮诚心伫你的面前的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求你来引带，求你来帮助。主啊，阮感谢你。阿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听当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俄勒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呼召牧者、中职，甲一群听你的兄姐，伫咱的教会尽心尽力领受着你的旨意，去听遐个你所听的人，只是嘛叫你看顾阮属灵的生命，造就更新，以及着咱的儿童、青年、长辈关怀事工、教会需要、新朋友甲软弱的兄姐，嘛为着咱台湾济受着风台影响的百姓来祈祷，互因的生活会当紧来恢复正常。愿大叫教会众兄弟姊妹诚心的祈祷，嘛会当亲像芳芳的祭，得到你的怜悯祝福甲感纳。愿安尼伫遮诚心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启用经文第35篇。我的囝着听老爸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毋通放杀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超找智慧，找聪明，毋通袂记着你。嘛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毋通放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依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兑换聪明。你着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听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体受。我有指示你的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是袂拄着阻碍。你走嘛袂拄着绊倒。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咱做伙来吟新圣诗184首，请起立。
邀请圣乐队来为咱献诗。今仔日是有3首组合的一个诗歌做伙。下面咱做伙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日华语甲台语礼拜要来正常来聚会吼。
嘛，请大家注意，就是讲咱的小组今仔日嘛来正常来举行。第二点，下周为着咱的文艺的时光纪念主任吼，嘛请兄弟有备心来关心大岛奉献。第三点，请为着咱厝内肢体来手术后吼，身体恢复关怀大岛马美珍姐妹吼，甲即个林敏凤弟兄吼。第四点，嘛鼓励咱兄弟为着咱个别吼，亲近咱的上帝的时间，咱的灵修，咱做伙甲上帝搁较有好的关系。下面咱嘛提供一寡灵修的重点吼，就是祈祷、读经，甲有一寡问题的思想，甲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嘛为着咱济需要济教会的时间来祈祷，回应济的即个祈祷的行动吼。第五点，7月甲9月吼，主日的事奉分配表伫即个楼骹吼有即个招待所遐有会当来看吼。即个助理二老师的即个分配表吼，嘛会当伫即个群组甲咱的公报栏来看。第6点本教会吼所租的迄个停车场吼，即个停车格的即个边吼，可能是有哪即摆风台吼，有哪有吹歹去啦吼。嘛为着即个部分来关心大岛奉献啦吼。嘛为着济咱即个风台造成咱中南部一寡所在吼无电吼，也是讲一寡所在是厝拢掀起吼。为着遮需要的百姓吼，为着因来大岛关怀关心。下面我要咱做伙来读即个经句吼。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你的所造奇妙，这是我亲知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139篇14节。下面我要来读即个今仔日的圣经，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上帝讲，咱是照伊的形象，照咱的款式做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地上的精生甲野兽，以及着伫地上咧爬的动物。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依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上帝赐予因，对因讲，着生炭加天，真济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会震动的活物。你做我的丈夫，我伫老母的腹内你互我塑造，我感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通行位，你的作为奇妙。我的一切，你完全知。下面咱要来请
小朋友来念诗歌，念一摆吼，念欢喜。大家平安，我要攻读圣经的话语，诗篇139篇13到14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好，谢谢。咱真多谢咱的小朋友，咱今仔日的祝福吼。咱邀请所有的小朋友每位小朋友到台前来哈，牧师来为你们做祝福祷告。来，他们叫什么名字？全林、晨曦。对不起小心，来穿好鞋子穿好。对不起哈，对，没关系哈。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这一群孩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仅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也恳求神赐给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生命，有从你而来的感动跟祝福。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创造，恳求神赐给他们一颗喜乐的心，不仅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好的学习，来到教会不仅能够欢乐的度过他们的年轻岁月，更重要的是恳求神透过老师能够陪伴他们，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在我们在患难当中最好的帮助者。求主你赐给这些孩子，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不是依靠自己，乃是靠上帝的话语，靠上帝的圣灵的保守跟带领，让他们得着敬畏主的心，得着生命的智慧。主啊，恳求神赐给我们帮助，时常带这些孩子，让他们明白神的真理，让他们明白生命的道路唯有神来亲自来为我们带路，让我们的生命保有平安与喜乐。愿你将最阮的帮助，常常甲这细囝，甲所有的老师上甲弟弟，愿阮伫基督中来体会主你的疼，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上帝祝福你们，晨曦甲全林，晨曦甲全林，好，感谢主，感谢主，因今仔日是抱着欢喜的心情，因为因今仔日是摕因足介意的玩具来甲遮做伙分享。其实我感觉细囝来到教会，因先学习会晓分享因的喜乐，分享因的欢喜，分享因的意爱。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要紧，因为因在分享的时，咱往往有真侪时阵，咱拢安怎？你莫甲我吵，这是你的世代，这毋是我的世代。所以咱常常用咱的眼光，用咱的看法，在看待因，期待因会当接受咱的。但是咱何定，咱有真侪时阵，咱忽略去看重因，了解因的需要。所以咱就常常来为着这些细囝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更较侪智慧来陪伴这些细囝来平安大汉。咱伫开始以前，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恳求祈祷上帝。亲爱阿爸爸天父，阮的主，主阮感谢你，你的疼就是互阮的生命有永远我的生命，就是关系着三位一体，彼此相疼，互相敬重顺服，这款的疼的内底来创造阮。今仔日，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愿阮互你的真理所带互阮的亮光，来真正光照阮的生命，互阮来明白福音唔简单，是关系到阮灵魂的得救，更较重要嘛是关系到阮会当甲人分享的疼。主啊，阮愿意学习，亲像你安尼愿意甲人分享，别人将疼来分享出去。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为着要互阮，互更较侪人来认捌着，主你是真实疼的福音的源头。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
圣神亲自来开阮的心目，互阮毋若知，嘛互阮会当明白，阮所认捌、阮所领受的福分甲疼痛，是对主你遐来。恳求上帝你成做阮生命的帮助，守护阮气力，坚固阮的生命。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常常活伫一个处处讲究价值的世界，也就是讲，咱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所在，去到一个所在，咱一定会想讲，这个人会当带予我生命什么款帮助无？当我买到一项物件，你会去想讲，这个物件敢真正会当为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款的帮助的价值无？当我甲人讲话时，当我甲我的细囝，当我所做每一项代志的中间，咱拢会期待伊有伊的价值无？请问咱的手机啊，吼，你感觉你的手机啊，你有爱你的手机啊无？有，无爱，无爱你会甲弹掉啊？无爱你会安怎？伤害目睭，但是你会甲用袂？会啊，你嘛会甲用啊，对无？你敢会去凊彩用一个无路用的手机啊？袂啦。佮较安怎？你嘛知影伊有伊的该有的价值性伫倒位啊？对无？虽然伫你的心内，你知影你袂当甲伊当做你上重要的，但是每一个人拢有伊感觉伊的价值性的所在。伫你工作，拄我问一个青年，高雄迄个亚瑟，伊讲伊要做到七月底啦，吼。伊讲我讲啥咱要换头路？伊讲吼，这工课毋是人会当负荷的，吼。伊讲要换一个头路，我讲你找着无？有，伊找着啊，只不过减500块，吼，4万几块，但是减500块，伊感觉喏，伊感觉会使哦。伊的时间，伊的生活品质的价值性。兄弟姊妹，学历有关系无？嘛有关系啊！吼，细汉的时，你一定会希望讲，我像我即我就希望讲，我的囡仔，敢我当考着南美中的呢？吼，敢会当考着这个悬的学校学历呢？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会去思考，咱不知不觉拢会感觉，什么代志，伊做这个代志有价值无？但是兄弟姊妹，人伫一生的中间，在努力的过程，咱心内咧想讲，我的价值偌济？我看这个代志拥有偌济，包含咱咧看细囝嘛是相款。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内面，咱真无小心，咱真容易，拢是用价值在看咱的生活，甲看咱的生命。我听到一个同工，当伊咧讲伊安怎甲伊的工课做一寡变化的时，我感觉伊开始豆豆啊掠掉，伊要用承认。上帝成做伊生命真要紧的帮助，伊知影伊的灵命，伊知影伊的生命较需要的是啥？是甲上帝的关系更较密切。所以我要问咱，你有感觉你甲上帝的关系足好无？有足想要甲伊建立迄个足好的关系无？无遮严肃啦，有想要无？有无？其实有呢。咱看到这个咱信歌队吼，有加一寡新血哦，吼觉华、明寻，还有谁？嘉荣哦，他们3位都是在这2、3个月内加入的哦。今仔日让我感觉思琴无共无？其实吼，咱找无思琴啦。一个月内底这个学明老师吼，文良老师，伊是对屏东来。伊讲吼，牧师，我一个月安排吼，至少一摆互我休困啊。伊对屏东来，我讲袂要紧。我讲就算咱无事情嘛安怎，上帝嘛安怎，嘛兴起当工啊。昨暝吼，这苏龙节吼，我坐去吼，弹落去，哦，咱今敬拜中间，咱有感觉伊弹啊做好无？有呢。兄弟姊妹，教会内面无欠人，欠什么人？欠愿意来做工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伫这个世界内面，咱常常咧思考，到底咱信仰的背后咧讲的听福音甲真理，到底跟咱生命的价值，跟我们生命的价值有没有关系啊？敢毋是？咱有真侪时阵看世间上的钱，看世间上的人的能力，
但是咱有看到咱所认捌的信仰的背后，迄个疼的价值伫倒位？福音的价值伫倒位？真理的价值伫倒位？有一摆有一个兄弟伊伫公园咧散步的时阵，无小心这钱包攞放去，伊足着急的，伫遐找，结果互一个摒扫的清洁人员捡着，然后交互警察啦。当警察摕到这个皮包，拄好这个无去的这个兄弟来去找这个警察来讲，敢有捡到皮包无？警察先生就甲伊问讲：你会当证明这个皮包是你的吗？这个兄弟就马上甲伊讲：伊讲有啊，警察先生，这个皮包真正是我的，因为内底有我的身份证，内面呢，阁有我的查某囝写互我一张卡片，内面这张卡片内面写着。爸爸，你是我心目中上赞的人。所以警察先生，这是我足宝贵的物件。后来这警察就甲拍开，果然伊内底有遮的物件，然后就将这个皮包钱包就安那就还互伊。这个查甫人伊放松，就甲这警察先生讲，警察先生，真实的啦，其实我较毋是烦恼钱啊。我是烦恼内面有会当证明我是什么人的物件，因为这个兄弟伊感觉伊这个内底伊的查某囝所写予伊的这句话，讲爸爸，你是我心中上赞的人啊！兄弟姊妹，这句话互咱有一个足深的一个体会，讲咱是毋是常常咧找袂到？咱伫信仰的顶面咱常常咧敬拜上帝，咱读圣经。咱嘛祈祷，咱嘛咧服侍上帝，但是我唔知影你有认甲上帝对伍无啦？你会当证明讲你是上帝的百姓无啦？当你伫患难中的时，当你伫困难的时，你是毋是会当愿意徛伫上帝的心意来思考看卖，到底我会当做啥物？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做伙对圣经定心来敲揣，伫咱生命中，到底咱的身份的来源伫哪落？到底咱是毋是真正有得救？咱原本是被疼的人，咱的生命会当荣耀上帝，但是咱敢真正有找到咱的生命的价值？今日咱所看圣经节，创世纪第1章内面。26节讲，上帝讲，咱着做人，亲像咱的像，咱照咱的款，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情绪、甲全地，以及地面上的得拖的通拖。兄弟姊妹，伫遮上帝讲，咱是安怎？上帝讲咱，伊毋是讲我，伊是讲咱。伫遮是圣经内底咧讲到，咱所信的上帝，伊毋是单独存在的上帝，伊是啥物上帝？伊是啥？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伊讲到，伊是圣父、圣子、圣神，是听内面是合一的啦。所以咱爱知影，咱所信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三位一体毋是。这上帝伊家己讲的，伊在代表的是，伊的疼是合一的上的疼。疼若无合一，咱咧讲的疼，毋是疼。疼若无法度伫困难的中间，大家做伙同心来面对，安尼迄毋是疼。所以兄弟姊妹，人是爱照着这位活伫关系中间的三位一体上帝的形象。来三甲敬拜伊，咱是被造的，咱是被上帝安尼来创造的。所以兄弟姊妹，这内底有讲到一个形象啦。这个形象毋是外貌哦，毋是能力哦，是咧反映出上帝本质。伊是爱关系好的上帝，伊是爱啥？爱理性，伊有创造力，伊是有治理权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是照着上帝形象来造成的这个人，
咱是毋是伫咱的理性的内底，咱就爱知影；咱的自由意识的内底，咱就爱知影。咱若无法度有气力来认捌即个上帝来荣耀伊，安尼咱即个理性甲咱自由的意识，自然啊都无法度荣耀上帝。咱比着我们被造，就忽略了我们的生命形象已经出了问题啊！所以我咧思考，为什么人当拄着问题中间的时，无法度通合一？我一直咧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所以兄弟姊妹约翰加尔文伊捌讲过一句话吼，伊讲上帝伫造人、创造人的时吼，赋予伊理性甲自由的意志，是为着要互人有气力来认捌伊、荣耀他。倒边讲，如果我们没有善用我们的理性跟自由意识，而让我们有能力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来荣耀他，安尼咱的生命，咱这个形象，就算咱会晓服侍上帝，就算咱有咧读圣经，就算咱会有咧祈祷，咱会发觉，咱这个人安怎？咱这个人安怎？咱无真正认捌伊哦，咱嘛无真正荣耀伊哦，咱是咧用咱的理性甲自由意识安怎？在做你爱的代志，在做你感觉对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乱骂吼，咱知影一个画家吼，伊要画家己的像吼，这个画唔简单，爱亲像伊的面啊，嘛亲像啥？在表露这个画家的啥？的灵魂啊。咱知影，咱看这沉默吼，沉默大哥伊画这耶稣的图吼。一定会讲到这幅图内底啥精神啊、灵魂啊，所以伊咧讲的灵魂是啥？是目睭啊，对无？所以咱来知影哦，一幅图唔是要爱将这个画，加做这个画室，这个所在的装塔啦。较要紧是这个画内底，伊咧对人咧讲话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伊毋是凊凊彩彩创造咱，用伊的样式来创造咱。咱来定心来思考，到底伫我的生命内底，我是毋是有真实的疼？所以今仔日的主题，牧师用福音是为着什么？咱是对倒位来？咱这几礼拜拢咧讲传福音对无？但是咱来知影，福音对我来讲，是毋是有真正互我明白，我是为着什么来？你若无了解，你是为着什么来？你嘛袂想要听讲照牧师所讲去传福音嘛？因为你唔捌家己是什么人啊？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走。所以兄弟姊妹，以弗所书第1章第40到第50，咱这回来谈哈。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得着儿子的名分？你如果得着儿子的名分，你就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所喜悦的，怎么样？去爱人而且你要知道哦，你的生命是要有活出圣洁的生命。倒回去看，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上帝伫创造世界以前，伫耶稣基督内面竞选了咱。所以兄弟姊妹，我常常咧思考，伫你所被上帝创造的目的，是常常建立伫人咧甲你定义啊。牧师咧甲你定义啦，还是什么人咧甲你定义啦？你到底有咧思考？你伫上帝面头前，真正去体会到你的生命价值是对上帝来无？你若掠掉是对上帝来，你会足简单去面对你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另外一段圣经才特别甲咱讲起咱被造的生命的目的甲价值。咱今日所看诗篇139篇13节到14节，咱看第13节讲，因为我的丈夫
是你所创造的。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有庇佑我。诗人伊用一个真水的描述，上帝是编辑创造咱的上帝。吼，这个创造，这个这个后壁这个庇佑，吼，这就是啥？这是编织哦，吼，这原文的意思是有这个编织取得，吼，创造是这个取得买回来拥有的，但是后壁这个啥？复庇我，甲庇佑啊，吼，这是啥？原文是编织的啦。什么是编织的？咱知影这个编织就是啥？爱亲手安尼一个安怎？吼，织出来啦。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的生命吼，真正哪亲像迄一个老母安尼豆豆啊，甲伊雕刻出来。所以咱的生命要安怎会当显露出上帝听？真正咱爱好好来检视咱家己的生命。约翰斯托德这个真要紧的英国的福音派的神学家，伊讲人不是随便的随机的产物啦，是创造主手中的杰作啦。所以咱好好看一下你边仔兄弟你有感觉伊足水无？有无？你感觉伊倒位水？你有感觉咱内底有人有变化无？恁今日看到嘉荣伊无换发型无共对无？每一个人无共每一个人咱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头前，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咱着看到人，咱着好好安静去欣赏伊，然后甲伊讲一句乐的话，甲伊祝福。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手中的杰作，所以兄弟姊妹，捌有一个小朋友伊问阿嬷，伊讲：阿嬷，你为什么在编织这毛碰西衫安尼慢慢豆豆用啊？这阿嬷就甲伊回答：因为我要送互你伫出世的时阵的第一个礼物啦，每一针拢是代表我的疼。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是不是上帝为着你来编织出来的生命？了解了无？编织的意思就是啥？豆豆啊，甲你雕刻，甲你织出来，互你去体会着，亲像头拄仔即个阿嬷所咧对这查孙所讲的：我这个衫为什么这慢？你茫急啊！你茫看见你的生命，感觉讲我即马都还无这个能力，我无法当为主做啥物？唔免烦恼。顶礼拜我有跟咱分享，等我开始我去上这 CTC 这个城市复兴的这相关的1对1的传道的课程，内底教的顶礼拜我跟咱分享，1年级的学生囡仔，伊抄写马可福音书，抄写一段落，然后写伊的感动，伊甲抄完、写完、写感动写了。伊会晓分享，会晓见证。我开始甲我的细囝讲，昨暝我要敬拜、要练团的时，我心内想讲，哇，拢无节奏，拢无一个感动的感觉，我感觉无彩。后来我的囝讲，爸爸，我帮你打鼓。伊真正咧，伊讲爸爸要不要打鼓？我说你可以吗？伊讲好，去啊，真顺服。伫咧学习的中间，虽然还无真完美，但是人伫愿意的中间，主人拿来拿到。兄弟姊妹，明群兄、觉华，你们要对你们唱歌有信心，不用怕。每一个参与伫教台、参与伫教会侍奉，每一个人拢是上帝，那亲像咧编织的生命相款。伊的疼是伫毛豆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上帝所编织出来的心意。所以，两位兄弟姊妹，咱已经看见人的生命是对一开始就上帝用疼来创造的一个心意。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偶然被创造，咱嘛毋是无意义存在伫即个世界，嘛毋是无意义存在伫咱的教会大桥教会。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来做主的工。
啊，你得要有信心哦，你得要对主有信心哦，你得要对上帝创造你的生命有信心哦。兄弟姊妹，咱既然也是照着迄位用关系内底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咱每一个皮肤、每一个细胞、每一个上帝伫妈妈的腹肚内的时阵，就创造了咱。咱爱了解，咱所认捌的福音是啥物？福音是啥物？咱被创造福音是啥物？约翰福音第17章第23节讲：爸啊，我伫因的内面，你伫我的内底，福音完全合做一体，叫世间人知影你找了我，这个我是耶稣，这耶稣的基督啦。耶稣的基督讲：爸啊，我伫因的内底，啊，你伫我的内面。啊，福音完全会当安怎？甲我做伙合一哦。啊，互世间人知影，你找我来哦，也知影你听因那亲像甲我共款。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是用相款的心志咧甲咱分享。上帝话嘛是安尼咧甲咱讲，上帝爱咱知影，这个福音唔是我得救就好。福音唔是干那你期待伫上帝面前得救，乃是爱啥？来，你看一下 PPT 的，乃是爱啥？你有没有与神合一啊？当我们在做神的侍奉工作，你有没有与神合一？没有与神合一，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就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了，大家商讨一下怎么调整就好了。第二。福音是反映出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啦。我头拄有讲到，咱是照伊的样式所创造的。咱的上帝是啥？是彼此相听的关系。所以咱的上帝是圣洁，是为着要荣耀对方。圣爸荣耀圣囝，圣囝荣耀圣神，圣爸圣囝，因拢是做一体。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咱是毋是有看见上帝伊真疼人？上帝有真爱咱去传福音无？爱无？爱呢？咱袂当干那咱家己领受福音呢？咱得爱去想讲主啊，我要安怎去传？求你互我有气力，求你互我会当把握时间，让堪正的兄弟姊妹来做伙分享。一个拜二的时阵，我咧带青少年的时阵，啊，有一个最后我咧问青少年，我讲，哈喽，牧师带领大家，我们把这些聚会内容调整一下吼。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好无聊哦。我就说无聊，那以前你们什么才是有聊啊？才是有趣的啊？他们说我可以去外面这样玩最有趣的。我就说那你有趣的背后，你学到了什么啊？他们就静下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甲伊讲，我讲你若要来教会吼，若甲咱佚佗。你去外口佚佗会更较好耍啊！来教会袂佚佗了较趣味啦，对无？有影啊，吼！教会来安怎？你爱自掏腰包呢，吼！有真侪物件，咱就爱奉献的精神的呢。啊，你讲要佚佗了，够庄严呢，又要有爱心呢，不容易呢。去外面玩怎么样？我只要拿出钱了，我要怎么玩就怎么玩，随心所欲啊！我甲这青少年讲。我说，我希望牧师希望你们来到教会已经2年、1年半载，你们要知道怎么祷告。我伫基督中的时阵来遐起起楚楚，佮有听到声音讲，伊咧创啥？你毋知影牧师听到的时阵听到啥？是看到迄是魔鬼的声呢。我甲因讲，我安静来，基督阿门的时候，我讲，恁敢知恁头拄咧创啥？牧师可以花100%全心全力的陪伴你们，但是你们何等何能？为什么不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安静自己的心？我会生气哦，我就笑笑，我会生气哦。他们就，我告诉他们，接下来的下半年我们要来重新做一个翻转的运动，你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他们就笑出来了。有一个人就说：“我是施主，我是无名人士。”我说：“不是，你是上帝所爱的。”他们的信心被激励了。
生命是需要被激励的。弟兄兄弟姊妹，咱有咧激励无？咱会使激励无？会使无？会使。虽然咱还有真不足的所在，但是咱求上帝帮助咱。福音互咱知影，咱对答落来。所以咱爱常常思考，这个福音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第一，有活出关系性，不是自我中心嘛。所以我常常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有时当人牵我离开，当人牵我隔离，无法当做伙同工的时，我只有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讲主啊，帮助我，互我搁较柔软的心，知影人的心是啥物，需要啥物。第二，咱要知影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爱听主听人。所以咱伫咱的家庭，伫咱的职场，包含咱的小组。包含咱的家庭的内底，咱是毋是有咧建立关系生活？兄弟姊妹，咱有咧看厝的人做伙，坐落来食饭的时阵做伙祈祷啊！你买当看你的男朋友，看你的女朋友，看你的朋友做伙食饭的时阵，你讲啊，歹势，我是基督徒，我爱祈祷，咱来做伙祈祷。我对国中的时阵，我伫学校，我若要祈祷，有捌同学班咧甲我讲委员你咧创啥？我祈祷说讲，我在祷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心来想讲，敢若我咧祈祷，敢若我咧感谢上帝，我敢袂使甲伊祝福嘛？后来我到高中的时阵，我开始突破家己，甲家己讲主啊，互我有气力，互我会当邀请人做伙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咱伫祈祷的中间，会使邀请人跟咱做伙祈祷的，会使啊。咱甲伊祝福，甲伊祝福祈祷。互伊生命明白上帝心意，所以兄弟姊妹，咱对生活内底，咱伫生活内底，福音对咱有啥物意义？就是对世界爱有使命啊！咱对这个世界，咱生活的世界吼，你有感觉即马是逐个人敢若虽然要顾性命，会袂？会哦。战争若到的时阵，我甲你讲，你就开始想讲，你要安怎虽然顾性命咧？但是上帝对咱的生命竞选有伊特别的意思哦。有侪无信主的人哦，因拢安怎咧疼惜台湾、关心社会哦。但是咱做主的信徒，咱有咧关心教会无？咱有咧关心咱家己本身要安怎来参与侍奉、服侍上帝无？咱做伙看一段圣经，在咱今日所看。上帝赐福因，上帝搁对因讲：，着生炭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来着地里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一切所叮当的画面。兄弟姊妹，上帝啥那特别讲一句话，甲咱做提醒：，福音唔简单是要爱咱人上天堂啦。我认为咱得到福音，唔是干那要知影讲我到底能上天堂无啦。咱爱思考是伫福音是毋是因为咱，互福音上帝的福音真正是伫地里，那亲像伫天里啦。咱祈祷是毋是拢安尼祈祷？好，愿你的名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感觉听着即句吼，我听着侪人拢咧念这个话的时阵。我咧想，到底咱咧做啥呢？愿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咱就根本拢无要想上帝的旨意是啥，对无？咱要安怎互上帝的旨意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里？迄是无可能的。所以，咱每一个信主的人，咱上帝所拣选的人，咱就爱知影，咱是上帝所拣选，咱就爱好好传主的道。所以兄弟姊妹，活出基督的身份嘛，真做咱真要紧的目标。咱来安怎？咱也要尊重家己，会袂？你会尊重家己袂？你若尊重家己啊，你服侍上帝有困难有艰苦，你就爱安怎？对家己安怎？伫上帝面前讲主啊，帮助我。这样慷慨吼，我真软弱，我真很软弱，我受伤了，但我求你医治我。恢复我，因为我是神你所造的形象，让我重新得力。你也要尊重别人，
你若会晓尊重家己，你就会知影别人伊欠缺什么。倒一部分因为你的关系来互伊受伤，你会知影伊的形象出了什么问题，你会知影你家己的形象是什么，要安怎互相斗相共。所以兄弟姊妹，福音的目的是要帮助咱，咱来邀请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的生命。福音毋是干那上帝原谅你、饶赦你、赦免你，乃是你爱真正邀请上帝甲你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互上帝踮伫你的生命内底帮助你。第二，互你明白，你清楚知影，你活伫世间的日子，要安怎甲主建立好的关系。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侪快乐，互咱无伫惊吓。常常伫主的面头前来做认罪悔改，我相信上帝真实会将快乐赏赐予咱。咱做伙同心来祈求上帝教会，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毋是偶然。你亲手塑造我，编织我的生命。互阮会当真做照你形象的阳光所需要的形象来见证人。阮知影阮的生命，阮若欠缺，为主你来做见证，分享阮生命救恩所带来的愿望。阮无真实来体会着主你的疼痛。求上帝你帮助阮。阮知当阮伫软弱欠缺时，当阮伫不足软弱痛疼的时，主你拢知影阮的需要。出对主你丰富的疼痛，你要互阮搁一摆对你真理话命话语的内底来明白，邀请阮来进入伫主你疼的团契。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去学习分享主你的喜乐甲阳光。主啊，阮承认有真侪时阵，阮常常甲福音看了伤细。只有想到阮得救就好，却袂记得上帝你的心意是爱阮搁较侪亲近你，爱阮搁较侪甲主你建立真实的关系，学习彼此靠近，学习彼此相听、扶持、接纳，彼此接纳的中间，亲像主你疼阮、接纳阮同款。愿上帝你赦免阮，伫阮的心中有侪用阮自我做中心，无愿意放落家己的所在，求你嘛怜悯阮、赦免阮，赦免阮伫家庭、伫社会、伫国家、伫人群的内底，阮有时阮选择退后，阮选择无要看，阮选择迄无关我的代志。求上帝你赦免阮、怜悯阮，因为阮知影信靠主的人乃是有愿望的，信靠主的人乃是有快乐的。信靠主的人，乃是爱掠条主你真理话命的话，为主来做美好的征战。求上帝你圣神真做阮的帮助，赏赐阮新的眼光，互阮通看见阮每一日阮所接触的人，阮所面对的兄弟姊妹，阮会当用疼来彼此好款待。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引带你的教会，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同心做伙做主你美好的见证，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圣诗535首，福音正声在大坛。
那无反悔要地面前，阮当拄着大惊吓，逃走无全性命，无伫晓伫即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时时等，转到情海甲情山，好迎接是伫等，无伊可你甲我，引情声有地请，咱人应该来同我，无伫体是主的天下，无伫看见主的门，我是我命的命，有志深深的体会，做我是伫亲像主行，我会生到白那世，好迎接。时时等，传到情海甲情山，好迎接，直等，保护起互你甲我。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愿咱做伙同心伫陪伴心的奉献的中间，来回应咱对上帝的行动。咱做伙起啉吼，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游玩徛地，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7首，荣光归圣地上帝。大地。
咱生命，编织你生命的爸上帝。天父三位一体主宰，愿你圣神来充满阮逐人的心，互阮的生命常常伫主你甲主你三角合一、阳光的内面来荣耀主你的生命。愿阮的生命会当真实为主你来活，来见证上帝，是因为阮知，阮是上帝你所创造。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衬，愿阮的生命拢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名。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大家互相请安吼。我书伫遮补充报告一下吼，咱今仔日虽然伫礼拜中间的，咱真正爱多谢承恩啦吼，因为承恩其实咧制作咱整个的 PPT， 过去拢是自然咧制作，这制作的过程是足复杂的，吼因为咱拄好拄着咱无司琴，拄好咱司琴吼，拄好伊一个月较一摆请假，所以咱真正找无司琴。所以咱伫诗歌的顶面，后来我师康承恩在讨论中间，伊是用软体去制作，这软体制作的中间会减菜真较久无用吼，加减会较疏忽。但是咱知影昨暝伊是到10:40较早，连伊妈妈吼拢打电话来咧催哦。所以咱真正爱鼓励大家爱互相相听。咱真正我感觉讲咱的同工，大家拢有无相款真无用的所在，咱爱用鼓励，咱爱用肯定，我相信咱会愈来愈好啦，我感觉敬拜上帝上重要是啥？心灵甲诚实，好无？所以咱互相咱拢有包容的心，我相信这小可代志拢毋是影响咱甲上帝关系啦，好无？所以嘛邀请咱有缘会当互相鼓励啦，嘛继续为着咱教会，特别伫服侍顶面的同工，真正需要较侪亲手啦，无说嘛鼓励咱的厝里的囡仔那会使鼓励因会当学琴啦未来咱会当较侪机会，或者细囝来参与侍奉，来培育新的一代起来，真多谢大家。咱今仔日咱有是有小组，所以请咱会当来做伙来参与，真多谢。